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真相通马街》，我是刘飞珍。今日现场有请到嘅来宾，也是我嘅好朋友周家勇小姐。家勇，係咪老觀眾朋友問候一下？大家好，我是周家勇。家勇，今日我來談一個話題是上次你開頭嘅，之前上面你有請我去一個關係，一個有立所產到有根山居、有根山基吼，我們特別嘅一個所在，迄個就上發現講，你有一個故事，想今日再來邀請你來分享，做你講一下你做乜嘅當義對中辣起定好多位都倆關係有根山基來工作，係啊，因為他有化工有根山基就化工啊，哈，化工係一個專門照顧就智能不足嘅一個生長機構，一下這行家就一個李淑珍李修女，佢係以前係苗栗高飛嘅修女。佢接觸以後，佢就對我以前對教養院做有10多年，佢就講，過來我偏需要人聽書，嗰時候就當年就去從啦，當年去我都擺去到關係來去聽書啊。假如聽講到呢個修女吼，啲講呢個基構佢係老一個天主教吼有關係。講起來好像挺簡單，你下按用當年來回。不過事實上，佢後輩嘅歷史非常長，錯嘛？聽我講到一個有根山基，呢名我們特別，呢名也係老比較高飛啊，社會福利方面嘅一個對職能不足，還有障礙嘅一個人，就講一種照顧有關係啦。我想後面應該要來客條前頭嘅。佢講一下個名嘅由來，一個有根係乜嘅意思？化工創辦嘅神父葉有根神父，佢本身係匈牙利嘅人，佢來到佢頭下佢係先去到佢家嘅耶穌會派佢係先派到中國去，佢片佢要先去到去，佢就一定要先學。講人家就話，嗰陣佢邊漢文老師咯按名，葉呢係夾嘅匈牙利名嘅鄉，吼，就葉。有根就給漢文老師老佢按嘅名，嗰時候大家特別講有根有此生根，有愛生根啊，嗰時候佢一生人後邊就全奉獻到亞特別。他講到呢位耶穌會是教師吼，我來補充一下，如果我過去我也有機會有朋友介紹，有去訪問過，像北部也有天主堂，峨眉也有天主堂，然後新埔還有新竹市。就講有一段時間係耶穌會是佢哋來到台灣，特別到人家嘅北部也其他所在客家莊都有佢哋嘅腳跡，都有一個傳教，老宗教老一個社會一個工作，然後佢結合啦嗬。頭先講到一化工，事實上做人他提一神父佢創辦嘅係在呢個關係嘛。一神父一來到台灣就直接來到客家莊嗎？佢唔係，其實佢一開頭佢匈牙利佢先派到中國，佢後尾大家就對中國產論共產黨統治以後，佢也到共產黨無神論嘅。嗰時候因為佢全部已經學有中文嘅嘛，嗰中國老家腳出來以後，佢全部耶穌會全部就派佢來到台灣。頭佢來到台灣係先到嘉義嘅東沙，反正也到深圳人來到台灣，佢每條海順就散檔啦，就太偏僻嘅所在。錯，較需要嘅所在，佢就去個搭配啊。嗰時候一神父一開始住到嘉義東沙，其他嘅片佢主要嘅工作，高飛之外主要嘅社會工作係哪方面？因為佢本身係醫生，嗰時候台灣嗰樣時戰爭剛結束。各方面攏清晰嘅時候，你講嗰兩時係指民國，差唔多40年邊咧來到台灣。1956年代，錯。嗰兩時一神父睇有幾多歲？佢都中國差唔多20年嘛，嚇。佢16歲，佢差唔多20歲，差唔多40空邊咧。40空邊來到台灣，然後直接到嘉義東沙。錯。佢嗰度就開始開咧醫院診所。
讲到个诊所圣家医院吼，伊个头头几个其实很多平民医院，就贫苦的贫啊，贫穷的贫哈。啊，不过当时政府讲，我哋国家哪会有乜个平民啊？都不准佢按一张名，我叫做个贫穷的平民。佢讲呀，你盐咩做唔得，做唔得，嗰边人来改很多圣家医院，嘿错。佢头下提给他，佢先开下医院照顾给大人。佢当时很强嘅对每个学医转来陆幼琴、陆修女啊，然后佢强下天数，我还係嘅外国陆幼琴佢本身就係台灣人，算中國人，佢係對大陸過來嘅，去到每個學業轉來台灣啊，特別嚇陸幼，後尾佢做到更新醫院院長，陸幼琴有陸修女嚇，啊又喺啲招修時啊，就聽求鐵打，都後尾佢咪係實強過嚟。心臟方面，請權威醫生，哦，嗰陣時請多年咩慕名啊，去到也聖家診所、聖家醫院去看醫生啊。啊，佢除了開呀醫院照顧大家嘅健康以外呢，佢係旁佢係特別嗬，大師佢都一下我哋也有跟紀念，調過用大師嘅。大師佢都係保留貼，佢都用個大師佢大師嗬，佢專家嘅歐洲嗰片高飛，個係咧落台去加拿大做神父，個係咧落外去嘅美國做上，佢攏我同佢就去募款，因為佢就給下環境較好咩，佢也就寄錢過來同佢聽書。啊，佢將啲錢呢就聽書給大人，啊，佢聽書給大人有相當人家尊嚴嘅嗬，唔係講哦前輩人佢，沒有施捨啦，錯錯，佢親神去哦，佢買個竹子，買竹子俾人給大人學，啊，大人竹子學太呢，啊又再用啲竹子啊，將嗰些買嘅錢就做錢玩具，佢頭頭其實也冇想講一天要還嚟錢，啊，唔過給大人嗬，親有信用。有錢的去親學一天玩具，佢將嗰錢又再買天意講組織，又再去幫助更加多嘅人，就係那個，嗰還有佢係第三樣做青島，就嗰樣是大家切磨汗，當嘅也好，也耕田也好，啊也磨汗4年就冇人顧，嘿，佢也開咧幼兒園，就也講個幼稚園，佢照顧嘅大伯4年咧，嘿，佢。主要來講就做就這3項啦。這樣我簡單就講整理一下啦。第一個主要就醫療，因為佢嘅醫生，然後再兩時佢嘅醫生可能也個稱用要醫好哈，所以醫到專家。然後就講那個幫助貧窮嘅人，要麼對貧窮之中，做有自家力量再起起來，所以用一個學組織的方式。誒，用一講起來，傾向前幾年跟諾貝爾那個得主，給他微型貸款嗰種概念哈，模式差不多。用講起來，我蠻先進哦。第三項最近頭下提到嘅老一個成人嘅照顧，等於講係也應該係算有啲像一個幼稚園按用型嘅方式。佢按用一神父佢都講義動殺差唔多幾長嘅時間。哦，佢咩有1-2年咯，係。啊，佢講義動殺後背就又再調到新竹來，到新竹頭頭到香山，後背就到新竹市就一下嘅光復路嘅馬街醫院後背嘅水源教會，又調過去，拜訪過嘅天主堂，佢慶祝以前到新竹啊一天。啊，就到過去，佢就開始看到呀，路方有嘅呢，有牙嘅智能不足嘅聲音，佢嘅方無人照顧。啲佢看到佢，佢就開始就知道呀，應該係佢愛做嘅一個奉獻。嗰時佢就開始輸流，從6個聲音開始慢慢的輸流，就開始。等於講做台灣的一種教養院的先驅，就會開始嚟啲戲，開始做戲。咁用講咧，今日想到事實上做戲，大家各方面觀念啊，還有見到嘅資源還不足嘅時間，事實上對所謂智能不足嘅人吼，普遍來講，一方面社會還有都會歧視。然後就講這種對待佢的方式，可能還冇按有規模、按有制度。故說我做一神父在這兩時，我看到兩種問題係佢小風險，確實傲慢嘅有眼光，也有佢一種
看得出佢嘅種胸懷啦吼。哦，台灣同家用安陽老太家分享，然後發現講葉神父在按做嘅年代，其實對台灣一個智能障礙一個方面嘅工作已經有注意到，佢也開始有向樣板而來發展。啊，像呢個挺精彩嘅過程，在下一段節目，張國老太家繼續來分享。歡迎轉到真相同埋嘅一個節目現場，今邊有請到家用老太家分享一位來自外國嘅傳教士也尤金神父哈。家用聽講到神父在民國44年嘅時間來到台灣，也有一開始佢都講義嘛，都講義一段時間之後佢調到新竹來，之後在新竹佢就看到記錄上有一個智能方面有啲問題不足嘅聲音咧，一個狀況本佢想到講佢係咪應該做到嘅事情，像係咪對呢一個部分，請家用繼續來分享一神父佢嘅事業，一個社會福利方面嘅工作。其實來講起台灣人吼，許多可能觀念就對按我卡有按啲聲音，一般人攏嘅聲音曲定嘅，吼，無像我本人哋講，人家我講，其實你也我卡以前做到乜個事情，掌握有按啲聲音出聲嘛，係嗰啲觀念就係，按過對其他嘅文明發展較早期嘅歐洲人，因為也係英國人去幫助關懷弱勢，你高飛講我照天主。就是照顧他最小的弟兄，就是照顧天主。嗰時候夾個神證嘅，就看到一聲叫因為講佢做得起來照顧。佢話幾句話，我介紹一下，意思就講，那邊有一個牧師，就會記得愛去照顧嘅工作啦，嗬。係嘅高飛嘅精神就係安尼。嗰時候佢就開始啲嘅新竹嘅，他開始創辦仁愛啟智中心。就開始輸入對了，後尾佢因為佢高飛工作調到關西來，佢就會開始一邊就在創辦華光發展中心。我以前就前批提下做，因為台灣嗰種時係蠻有你安尼觀念開始照顧安尼生意，一神父開始照顧以後，慢慢青島人啲嘅就生意就送過來。佢前面就講，黑白嘅交通門一打開就啲生意俾我見了。因為嗰種時太夾對安尼生意佢咩唔點樣照顧啦，一方面係社會觀念係冇按知識方面都冇按足，另一方面可能官方一方面技巧可能也嗰兩時係蠻開始。其實人家下佢下應該全部係啲基礎建設，咁我係忙去照顧到呀社會事業呀方面。嗰時葉神父就嗰樣時開始就按你照顧。嗰時佢話提到一開始都新竹市有嘅很多仁愛啟智中心，呢個啟智中心都列下限財嗎？係未講呀，限繼續啲照顧，而家佢也有成立城西社會福利基金會。佢就較提個嘛咧較嚴嘅科學園區嘅搭配，佢個咩照顧咩，希望照顧青島一方面嘅生意咧。來到華工，因為華工以前也關西呀天主堂，佢就青島以前迄個傳道院，佢本身傳道以前專門就講做神職人員書訓嘅一個素材。後尾輔大台灣附校以後，佢個輔仁太學，輔仁大學輔仁太學嗰個神職副的工作就曬到輔仁大學去，一傳道院空間就空出來，神父就係要較大嘅空間做照顧嘅條線，嗰個樹嘅生意就進來更多。青島家有400人嘅嗰陣時交通根本就係唔下，就關西天主堂也係唔下，其實攞杯煮屋嘅煮青島屋嘅去輸流。一大生意咧，不過一條生意數來去嘅嗬，照顧去嘅，佢一生意冇可能再回轉嘅屋卡去咯。其實生意因到到嘅用家生咧，佢開始就啲想，推嘅係貴生意咧去實想，就開始發現佢愛做一個福利山莊，本一條生意出嚟本嘅就養中養，個另外佢希望做到某嘅訓練。等於講本期都唔係單向。非常被動本人照顧，也可能就發展佢生活中沒有到嘅能力，
啊，做者自家照顾下你用班去。那边假如我想要攞佢回轉一下吼，因為你睇有提到講按照嘅年代台灣做下網油呀方面轉這個技巧嘛，我相信人家社會工作，你下嘛社工師了就證照了就制度都蠻有上路嘅時間。啊，一政府開始做了方面，佢有遇到乜嘅困難冇？PPA 頭提到人家法令啊，各方面可能都有相當多，係咪做得有發出批海嘅所在，有遇到那個挑戰啊？提倡到話就講，因為佢愛照顧親愛當到專業人員，因台灣冇安尼人才啊，嗰時候呢，佢就派人去每個書訓哈，因為佢個教養方式，佢講個方舟哈，佢一種法國嘅個教養觀念，佢個觀念唔係講哦，像以前個聖人確定了，然後學必實報就好，唔係幾開放嘅，因為人係呢有佢個尊嚴，不過用嘅人家能力用辦哈，只有佢個能力發展去本地啊，就去訓練。啊，嗰時候佢就派青島人去咪個訓練站來，這樣來慢慢的帶動到青島安尼新的，一做的講一下講起就講所謂的特殊教育啦。啊，以前人講冇乜個特殊教育咩，也就是一種特殊教育開始啦。啊，就開始安尼去睇照顧。嗰時候我弟輩吼，一下去青島不同的訓練班哦，這樣來吼，對開始也。就講，生意喺度來的話吼，當然我一向係對實在也沒有床位吼，我同家母打講啊，要青島要來登記。就一開始來的話吼，就要先沙工先評估講，你生意適合冇？適合講團體生活也對冇？因為有啲生意基礎佢有智能不足問題，因為佢可能有當到情緒的問題吼，喺講嘅情緒問題開。青年從嘅話就模式係落來，講佢有攻擊性嘅，畢竟團體，佢可能就要去看較專業嘅單位去。啊，社工先評估講，佢係咪適合我哋機構去吼，就先必先試帶上面嘅看做得一張開始判書書。做的話吼就開始生活訓練。生活訓練吼，慢慢看老師就觀察，然後做記錄啦，看佢適合做乜嘅吼。有啲人你實在冇辦法咧，佢就本佢快樂就好。政府當然看到生意就有時報嘛，根本要歡喜嘛，佢就關心下兩件事情吼。啊，就佢就迄個能力又較好嘅吼，就開始訓練，像我哋有手工皂班吼，手工布包，做一個茶具，做茶具，做手工布包，因為像有啲生意佢嘅有。對，安尼自閉症的哈，佢個真專心咧，比修東西，老師畫個圖，咩當定下個卡通圖，佢說真專心，一針一線吼，大家有 TV 這一分樣嘅啦，分解，嘿，修好做個手工布包啦，吼，嗰我哋咩有個成立麵包房，哈，訓練佢做麵包，嗰我哋也後補係我打個貢獻，我哋傳承下度，就有一神父嘅精神，就因為講。佢係呢有佢嘅能力，佢能力做到哪吼，就係呢要訓練到。青島人來我都參觀，佢就講，看有動真爽用啊，生意我哋生意啊，親熱情，人來就哦你好，有啲主動就攞人擁抱啊嘛嘅，睇個條條看唔出嘛，按估唔來發公道就發現哦，係係就發覺到生意冇窮樣嘅所在，也就一神父嘅條精神就講佢唔可以講歧視安尼嘅生意，因為佢係呢一類人吼，佢個尊嚴很在，嗰時佢安尼規律嘅呀。做的，嗰時候一下人當到人講佢算起來係台灣教養院之父。看有個資料講佢台灣一個智能教育嘅一個開頭吼，台灣智能教育之父啦。因為嗰陣時政府一方面法令全部就係網友，佢開始發展嘢就遇到青島問題吼。啊，一個問題一定要政府來解決吼。嗰陣時去。國民黨政府唔對啲，嗰陣時嘅請願也都唔係咁簡單咯。我老了嘅派件講一下，觀眾嚟可能掌握了解。而家提到講佢係其實1970年差唔多60年代開始做了個智能教養院，啊，然後相當多嘅法律冇足，嗰時候佢有需要攞官方來做一個建議，呢個部分係行出來。建陽時代，要強調一下，建陽時代冇咁容易啦，嗬，佢遇到嘅困難有哪度呢？佢同地方政冇辦法，佢一天要到中央嘅，佢要土家長嗬，土也到學生也到。
新目梢哦，输给我一下，后背讲个太阳花哦，带吐到立法院去哦，是讲这样是媒体的控制，嗰些新闻就没看到，嘿，那讲迄个也动了不起啦，看这样是。戒严时代哦，给我做安尼事情，带等下就去立法院哦。不过也最看出讲了个需求有几大，吼，另外还有一下就几百个家长的腔啊行出来。真经有安尼，就讲当到人生提家庭这样是无变出来，甲太监唔低，都佢开始做起，这样慢慢哦，这样提个哇，原来台湾有很多安尼问题。啊，不过人家讲起，人家当批复嘅精神哦，佢咁安尼去同政府也有去，嗰时开始台湾政府就开始研究一下立法，哦，佢开始一方面，这样慢慢一下台湾一方面的。法治也好，福利制度也好，慢慢这样建立起来的，嘿，就安尼。故说哎呦，做佢对新竹开始有一个仁爱戏剧中心，也有晒到关系成立一个法工，法工其实也是一个基金会嘛，还那个中心，还那样办些行政。头行啊，就一开始概念就讲哦，教养院，教养院，我本年嘅。贴标签的影响，又改到很多启智中心。其中就家条条也有讲到神父佢唔单止学嘅啊，就啲啦，教育表演去。错。唔教育就开始像我哋讲啊，做面包也好，做布包也好，佢法律又同唔咩种嘅学嘅，又当到培养嘅法律嘅，这边唔做嘅嘢，唔天要想办法去拿出去卖呢，卖啊对。嗰度就讲教养院嘅法律方面、也方面限制，政府就讲哦，跟你就成立。的基金会啊，不说我哋一下又成立一个华光社会福利基金会，就做的一方面业务就做开始去发展的安尼，不说一下我哋就有。华光智能发展中心，还有那个华光社会福利基金会，也有对基金会后来过去成立了那个油根山居园，一块就讲嘅哈。哦，我想那个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也最看得出那个也神父到台湾嘅风险事件有经过无相同的阶段啦哈。故说台湾家用老人提到，係對智能教育一方面，也神父開始來做，等於講開始台灣一方面嘅知識。本人按到台湾智能教育之父，后来佢到客家莊關係要做那條事業，那條事就講貢獻，我希望在下一段節目文章繼續來談咁樣。各位觀眾朋友，歡迎收看真相同埋嘅節目。今日有請到周家勇社區老人分享，都有台山縣嘅客家莊關係，入邊做智能障礙方面嘅工作嘅葉神父嗬。台灣講到非常多葉神父嘅故事，當然就講葉神父佢已經過身了啦嗬。今日來談嘅係因為佢嘅事業係一直延續到兩下。觀眾朋友假使講對葉神父嘅故事有興趣嘅話，介紹大家做去讀嘅傳記，有一本葉神父嘅介紹佢嘅書，所以你的一篇有要給編寫出來了哈。下來就要討論出來談，葉神父佢都有嘅關係，所以講家用之前有請我去過嗬，我先講一下我去嘅印象，不過。過去咁樣啲對教養中心，就像我講，聽講嗰種學校宿舍啊，咁樣嗰種管理嘅方式啊，咁樣大家做一曬一間，係你幾曬一間嗬，我感覺係像一隻較相對較封閉嗰種感覺。不過我嗰樣是家用也有向我去關係去看嘅時間，我挺出鏡，做個嘅環境很好，有一個挺自然嘅環境，然後除咗本佢哋吃，本佢哋帶，本佢哋食之外，然後佢哋教育嘅方式也融合出嚟一個空間地位。TPA 嘅名挺好聽，很多油根山居，可能頭下有了講到，唔過我想對呢一篇講較詳細來講。睇咩家用最老太介紹一個名樣版來，目前地度主要嘅運作咯管理嘅方式係乜嘅？一下啊，有金山嘅一邊，它有170個左右嘅照顧對象啊，他比如以前講學員哈，然後院童也講，現在改成服務對象啊，就講越來越尊重的方式。170個也當日體驗到
住宿机构当然伫遐说待啦，吼，365日啊，因为俺底部要有青岛已经无家庭嘞，嘿，过是特别过年，然后就还有食装族留下来食饭，然后食米啊饭。佮有家庭，佮有可能做转去过年哦，家属我再转去吼，啊，毋过青岛也已经无讲，啊，就青岛市已经79岁哦。哦，嘿，80岁没看我们也是面对到老化问题哈。佮气候上嘅咧。啊，我就也有学龄班呢，吼，学龄班特殊的，佮就变到天主堂也偏，因为学校是地方较方便，生意啊，马有多也偏迄就等于讲上课也就无方便哈。啊，来啊，大去就条条讲啊，来到迄先训练家就要自我生活能力，吼，家就要对样板，因为青岛体育卡无就。照顾到强高头，无就完全无照顾，样板抽牙齿啦，就要从头训练了哈。像我哋护理老师，特别我来检查，哦，我逐张月我要有个牙科医师来助诊来负责啦，因为牙齿痛起了，我得送到去看牙医，要等下请求嗰说。保养啊，就要清楚上嗰说，对家的样板冲牙齿偏瘦，就样板去家做的处理，就慢慢的安尼训练家的哈。啊，训练到有些就开始我就有分班哈，底部有像生活自理啊这方面咧，就开始本讲有清洁班，哦，洗衫裤的洗衣班，就夫妻洗手有嘅衫裤吗？没。我哋有家园，哈，我哋迄变那种家庭房式，按不头就家园房式，这样头就都教室啊，有不同的教室，有农艺班啊，哈，手工皂班、手工饼干班，做饼的啦，做布包呀的，做手工皂呀的，哈，就分不同的班，哈，意思头就等于讲去入学校要去训练，哈，就入不同的班，这样头啊，下主头嘅啊就这样头。我就每礼拜还会安排音乐，好带出去所谓的社区适应、沙区适应啊，就把同沙飞莫讲哦，到山都方就无接触到。每礼拜我带佢坐巴士，我就公车吼，坐下去山脚下去街路食牛肉面呀，还是牛排啊，乜嘅吼，啊这样下上来，也就差不多是包住去就水动住，本地水动住到2点方去就开始社团活动，卡拉 OK 呀好啦。打 Q 的啊，好啦吼，各方面发通啊，3点过后就开始准备要洗身咯，哦，洗身脚洗好些，啊就5点些就差不多等就5点半吃鸭是就安排条食饭，啊，我就除了要每礼拜有咧社区事业，我就要同家建营年节就办发通哦，像我就本上16号要安排家就去个。六福村哈，当年啊，就一今年2018年，是1月份我去六福村。可是我就当年我判200，本家的年初嘅旅行嚟錯，哦，也咩喺沙飛太價蹦出來，因為我就我樣講，一聽到靠沙飛來蹦出，廠油也就經費本地也就說，按古也唔係講愛米啦，油鹽也就較簡單，所以太搞我一方面，我講我本家就去了，真研究去說服啦，做乜嘅我本家就去了，因為正常你咪窮用啦，嚇，你個休閒也就對家就健康也就吼情緒也就攏有親太幫助嘛，因為我當年就來辦200社區活動吼，哦，嗰時講起我就教保老師啦，我就社工啦，全部一去無害。嗰種我就也有5個護理人員，專門照顧佢哋健康。當然我就老佢做健康檢查，健康檢查出來去，佢哋報告出來就開始看醫生有哪方面哈，補鈣片呢，也係減重呢，哈，幫到像要減重嘅問題啊，你都搞咗個建議咪講，我雖然就看到清雜清好啊，不過對健康來講，佢嘅心血管也都有各方面指數有跳高嘅時要控制。教保老師撒講要去上派要同家長說服做乜嘅，一下我攞佢做下飲食嘅控制管理啊，吼，各方面嘅照顧啦，真見有深度愛做嘅吼。哇，按樣講起來，假如唔做下嘅條路，等於講係太細乜嘅事情都要注意啊。
有非常多嘅人來聽書，一個院生幾多兩位，你來之後等於講，你哋會一天會負責照顧幾多個要辦嘢長途嘛，係嘛？就幾乎都做一生人都差不多都兩位來生活咯。做得講終老嘅，終老咧，等於講就呢邊幾家都出嚟啦。像我頭來到咩要面對於啲院生癌症過身佢像佢咩低收入家庭咩無家，咩像派也有沙飛嘅專門聽書嘅，然後佢過下最4禮拜盼到當好，骨灰變到我哋交費嘅墓園，等於講要照顧佢貴生人照顧啦，一直到佢過身為止啦，唔咩講嗰個盡量我哋老家傾向照顧越好，我哋就等於講就各方面社會就越正常嘅嗬。我哋親太問題就講東西要當到公眾人員，就教保工作人員也好，社工也好，護理人員也好，唔單止係我哋總務人員咩東西啊，因為你嘅空氣安排，維持起麻煩。水天呀的，你哋啊條生意吼，像個青島下邊講，老師講我搭馬桶要食到咯，我哋總務員就夾去乜個東西浪食落去啦，夾到就唔曉得，冇就下邊，嘿，從4-3期講那大要快了，我哋就講地波要浪食到乜個東西裏邊卡到啊嗬，我總務員咩青島個廠夾到有時要看醫生關係細咩，我哋就查測要到龍潭嘅804醫院呀，一轉來飛哦，嗰個我哋總務員嘅咩東西啊，嗰個東西望佢有興趣嘅人東西，做得加入我哋嘅工作啦。其實照顧一條生意條，我講你一條千辛苦，講其實也唔會呢，唔了解佢一條以後嗬。佢哋做講唔曉得心機，唔可以讓人計較嘅嗬。你照顧佢啊，當出只愛你哦，當然哦，老師好美哦，就出當歡喜當電影下就係哦。所以我就想講冇了解，就因為講可能一條路冇簡單做，其實了解以後其實也唔會難啦嗬。當我哋工作做工嘅一檔問題，只要唔係出邊出價，有另外幾方冇法貴生意聽下做咯冇問題。至於用一節目機會啊嚟推廣一下，唔好見到印度人願意咖喱啊！社福方面嘅工作真嘅要重視了。像我家用講呢個部分吼，其實本來有啲感觸啦吼。如果一個外國嘅傳教士按言都對匈牙利後來到台灣，佢奉獻佢一生人都兩隻蔬菜，然後開創了2多嘅基金會來一個智能照顧中心。聽我講嘅係太啲係有根山區嘅工作吼。遇到嘅困難係乜嘢？還有時候那度有。佢哋工作方面那條精彩嘅內容，在下一堂節目嘅轉過來同大家分享。好。歡迎大家轉到真相同埋嘅節目，今日有想加用吼，大家分享一神父佢創辦有聽到了解智能不足嘅兒童。唔單止兒童啦，成人也有嗬，用照顧他講到有根山居，分享非常精彩。除咗老記得照顧之外，記得實際上也有訓練，有啲嗰種不記，這種唔單止工作啦，等於講也係一種每一個部分嘅自我嘅實現嗬。所以老大家較詳細講一下，一個部分佢都樣辦去設計，本也都你樣辦去參與。葉神父精神，我就一定愛。老記兌現哈，所以講已經過身咧，我哋係咧動認真嘅執行哈。嗰時候一下我哋就除咗有根山居，我們基金會以外，我哋有訓練嘅的工作訓練都差唔多些，我們主要就做的話，本家做的出社會，我哋喺上派本家出社會做工作。嗰時候我哋有成立咧皮膚工坊，就蕾絲皮膚工坊就有成立同花呀。蕾絲係蕾係三條嘅咋蕾，絲係質感的質蕾。裡面我哋嘅傳道員以前就蕾絲傳道員啦，佢蕾絲也係有幾個歐洲教會嘅個精神意義，安尼傳下來。跟我哋皮膚工坊呢，就專門一，我哋園區訓練都做得了，我哋觀察講佢個
对外能力，吼又多个长途，啊，就来先拖到个庇护工坊做出只对外，吼，因为个庇护工坊传下对外营业呗，吼做对老人接收，吼，本家就多个训练习惯了，乜个人上班，乜个人下班，跟人感染以後呢，就會在我哋有成立咧工作隊，哈，佢提嘅竹北嘅片，我哋也有本地啊，哋院區鐵打，啊就會有專門救護老師，我到去企業地方請工作，啊也動感車動到企業，也願意用像中油哈，佢哋會加油站專門洗茶呀，對吼，佢火海邊摩天也都去加油，注意到有背心在下邊嘅天使工作隊哈，佢就差唔多就係一方面生意，佢老人家天數出玻璃啦，洗茶。对，啊，留到我去傳堂，像我迄個有啲阿姨啊，也聽下嘅童話呀餐廳，開始去學齡班去年嘅關係高中特教班畢業以後，就到我哋童話呀開始工作。等下假如講到呢邊，可能觀眾朋友了了介紹一下，而他講第個地方係很多油跟山居，然後另外有一個訓練佢哋嘅庇護工坊。呀，你講到嘅係油跟山居，而家假演地方，而哋個設立一個傳堂，一個傳堂很多童話呀、童話牙係發芽的芽嘛嚇。啊，呢個童話牙啲都我有去過，非常嘅感動。主講佢啲都所有嘅提供嘅一個食物也好，係啲服務開始就係呢個油跟山居地度嘅院生也都大家來參與。像人家面談看到，我印象中非常深刻，跟你食嘅東西非常好食，要老太介紹一下冇？好，這樣也幾非同態，也喺我嘅手工皂班做嘅手工皂，像也係做檜木精油啊，有各方面嘅，我哋也有禮盒，像也的中秋禮盒、年節禮盒哈，做的，啊，你像也手工布包啊，頭頭我講啊，我哋學生啊，佢也就全部給一針一線慢慢地修嘅，做手工純手工啊。全部數個，像佢啊布嘅嗬，你啊弄茶當清新嘅，全部就學生嚟做出來啊，懂使用，懂耐用啊！你像呀，生意係講客服班，用呀背包包呀，人家都上下班把公文呀都懂使用嗬。我哋比較老下介紹，因為我跟遊戲嗬，呢個時間只講看到一個院生佢都挺有在修兩個東西，然後你都好像也做到安排團體係要來嘅時間，再叫下來參與嘛，係嘛？所以陽台家係有機會嗬，做嚟老油跟山居來聯絡，再叫下去參與那個看院生樣板去完成那個作品哈，可能只有確實感動，因為一針一線啊發現到嘅時間，挺耐心啊，生意，所以看到佢動作去做，還有頭先那個麵包房嚟做，今尾也打呈現係饅頭啦，其他饅頭貝果啦、吐司啦、蛋糕攏有哈，像也前面有記下中式凍醬，錯嘛，也就抹茶，啊，也鳳曲嘅，也芝麻，啊，也烹饅頭哈，也做人所謂嘅鳳曲。下巴紅橘走馬，係錯，嚇！我哋沖入饅頭了，一吐司啊，就全部無加嘅蓬鬆劑、乳化劑，全部盡用天然嘅酵母，安尼去做。我哋攏有請嘅專業嘅一方面師傅來教嚇，老師帶教老師學習會帶啲學生去做。像我哋傳統也係廚房嘅專業嘅廚師去做，人家是老師講嚇，我哋素食餐全部講究就全部最健康啊，嘅材料全部都富缺嘅有機菜園來嘅嚇，冇就我哋自家生產嘅種嘅有機蔬菜啊嚟做嘅嚇，啊嘅。我們的庇護員生，你講就是所謂的庇護員生啊，中文夫妻像有的做的哈，就做的送上菜啊的，佢攏我專業訓練啊，用我教的嘿，像我哋訓練一個二來數，一條先問過，我現在來幫你清理桌面，可不可以？嘿，訓練咯，都留到長途做的，佢就做的嚟做，嗰時候佢訓練到啊下，佢特別問我咯。
老师，我什么时候可以去麦当劳？一直想要去麦当劳工作哈，对，有鼓励几个，麦当劳将来做去有外工作，做的去，然后接洽款啦哈，麦当劳给别人发就来讲麦当劳人员比较亲多，打枪，礼貌呀，对各方面。不是我按过，虽然讲训练按过爱的随时拢还要注意家的情绪啊，对，迄讲吼较退化呀样啊，就因为有时就来转班级在老里补强。那一方面，迄讲真嘅，训练做得了，做真嘅就请那个教保嘅救辅老师，真嘅就来开始每一盒改个工作，每一盒有成功了，就要转去做别个变异，我们的社区家园嘅变，其中20条就去上班，安排条张专弄来条社区家园。咁用講到呢邊吼，我來聊聊啦，觀眾朋友補充一下我自家去嘅心得啦，吼。因為呢下政府一直講嘛個浪漫台山線，啊，呢個所在拄好住在台山線當好有嘅關係。對我來講，係這一政府佢一生一按樣去奉獻本台灣，老幾之前按樣留下來，雖然佢已經冇彩咧，不過係要向家用按樣按當然繼續做佢一嘅社會方面嘅工作。對我來講，呢個就係一種浪漫。我想後面家用我相信一個工作佢都按樣做下來，多多困難咯，挑戰也非常多。依個我國嘅政府對台灣開一個按樣嘢開頭，生下來後面自家台灣嘅人，要用辦起，然後呢個理想我本期要學下去，你就是有個聽書我係問解，後面老大家講一下。就青苔時就我頭頭講啊，希望有更加多人，家人因為真嘅我就中強照顧對象已經差唔多300人啦，嗰時需要工作人員簽到，各方面專業都要。錯，當時要再來一番一般我都需要講米啦、油啦，一般真嘅台灣社會嘅愛心真嘅動搖啲，一方面咧數量真嘅，尤其到特別900年過後，就簽到強苗，一條攏我米啊，就我送過來。所以講一方面，我哋已經要動辣椒。等於講物質方面已經，也表示你哋老社區嘅關聯清楚嘛，因為政府也方面做也久嘅啦，其實人年底也發工人也應該多啦。按估我哋係動到時，有可能大家整件上可能也冇上到，幾多，後邊我哋到時有個我哋講塑膠手套嘅，中馬說我哋要同生意沖牙齒啊，然後佢啊就清潔加衛生啊，就清啊用過就冇睇咩，嗰時我哋手工即塑膠手套，特裝嘅要30盒吧，只要說按過一般人我看冇上到送嚟嘅，你將要43幾啦，我哋300年咯，4個sản婦嘅量哦，繼續當地人家。不過假如他提到呢個方面嘅需求，穿你哋嘅 FB 係你網站當中看得到嘛？官網當中，讓我同佢哋特徵嘅需求。要用郵件成績來查，係你用通話呀？華光社會福利基金會，就做上嚟嘅官網去了解，錯。呢係物質方面嘅需要嘅，除咗人力物質，還有其他方面嘅需求嗎？真多啦，同時可以有志工嘛，因為有些嘢活動，像講1年2擺出去了，還有當禮拜要出去沙溪。錯，講提第波嘅7個自由活動，按我出去攞不係呢個講究我就跌起啦，嗰陣時就較多人都數來聽數。唔單止啊，呢當到第八條路係有人來聽書，譬如從我哋當到生意咧，係有人吃飯咧，老師人數係講唔拉足嘅話，一方面有志工來聽書要請貨啊，各方面需求攏有啦，就是當希望講我哋會咩有個跳蚤市場，一條東西。係固定大禮拜都有係呢用版型嘅方式，一個藝術嘅市場。跳蚤市場特別講係關係嘅收購啦，因為當然因為同期我卡可能用唔到，限做就用我送過來。我哋睇咧，我先看學生啊用得多，我哋即個學生用衫褲啦、球嘅啦、啲文具啊、啲蠟筆啊，啲用得多，我哋當然學生先用。按估數量10分多嘅話，我就拿到我哋嘅跳蚤市場擺賣。第二衫褲也有電器用品，也有書，也有鞋，也有運動器，也有分門別。假如一樣講起來，講就講需求800項啦，有非常多。我想大家對產業嘅方式也非常多，除咗去
名展看喜友嘛个之外，也做参加许多同花雅传堂。最面呢，我想观众朋友今日非常感谢嘉勇来大家分享安阳县嘅一个歌场。也神父方面，大家很想要了解自己话吼，在节目里面有介绍了本书，也有金川，也有跟神父传吼，大家在看了以后之外，很加了解，也分享大家。下次个继续来收看真相通马嘅节目，希望大家感谢嘉勇今日老大家按精彩嘅分享。